舒淇全自然爭拍電影版，中港台星星配，唔怕你遲睇，最緊要有睇啊！hit 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啊，仲有2集就大結局啦，唔捨得唔使怕，間中港唔少公司想買佢個 right 拍電影版㗎，邊個演係最啱 feel 呢？個樣要似女主角就有啲難度啦，不過論氣質、年紀、脾氣，巴巴巴巴巴，佢哋都 O 嘅，而且佢哋嘅 O 啦。華亞準備揾舒淇同埋曉明擔正啊，背景就由朝鮮改做中國古代，預計年尾就開工噶啦。家陣 SBS 肥水不想留別人田，華語電影版想自己嚟噃，女主角人選就全自然做翻，但係有好多電影片約想簽佢，同埋本人都未表態有冇興趣嘅。我知啊，所以華亞都有提議同 SBS 合作噶。咁咪隨時舒淇大戰全自然。